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福喜类嘅节目。今日大家都小解马莎咧，佢係你客家嘅金曲歌王，客家嘅创作才子，係马莎咧翁子宪。朋友，大家好，所有乡亲朋友大家好，我係你鄉村老太翁子憲。耶，今日有張名鄉村老太。鄉村老太。頭排冇聽過呢張名。因為新專輯底部有一條歌叫鄉村老太吼，今日繼續動翻去做啲繞牆子憲呢套節目地圖，談到你啊大家是啲今日讓大家都小解好談解專輯音樂。不過節目一開始也是嘅。先來考試一下，我沒有跟你蕊過，我們要來考試鑼鼓演繹哈。來，中文看的是什麼？來，你用開了念看看。台主上主勇敢，恭喜係啊！係恭喜！你會覺你有走在團體鬥技的意思嗎？這個是一整段。台主上主勇敢。來到大家鄉親朋友來講一下，台主你知道嗎？殺豬公的台主嘛，送豬勇敢，就豬勇敢就那個架子，然後你不用到豬勇敢。那你不用到豬勇敢，所以你後面那個豬看起來很大，是被拱起來的。恭喜，所以音同恭喜，恭喜。對，所以今日就買好兩支鑼鼓演繹咧，讓鄉親朋友來講，因為我們今日會恭喜翁子憲出新專輯了，所以你唔講恭喜麼？子憲台主送豬勇敢。我好咗，因為我小豬我小豬啊，台主上豬勇敢，所以應該撰寫豬勇敢。太棒了，所以真的真的呀，好剛好哦，懂嗎？所以今日來恭喜你改翁子憲出新專輯，可以說是返鄉的第一個全新創作。是，就這樣講哈。好，接下來講給你今日改專輯好嗎？一開始來講你今天的專輯，我們走第二篇走在款斗嘛，對不對？就是上鄉。上鄉。一半來講送節目的世界，我們不落俗套。對。你問過1000萬遍，你今天上了7個 live，都兩行喊頭了問一下，可以介紹一下為什麼叫上鄉嗎？因為我轉新組哦，差不多有1年多的時間啦。那轉新組有1年，我看到電視的節目新聞啊，因為叫政治人物講話來新組，對，佢講話下鄉來拜訪，要下鄉，要下鄉拜訪鄉親。然後我就覺得，因為我已經在新竹了嘛，然後就想說，對，我們以前在台北的時候，我們都到別的地方就說下鄉下鄉，對，然後想說，為什麼台北離開台北到其他的地方就會變成上對下？是，然後就想到以前你有一家成語說上京趕考，對，那為什麼去城市就是上，然後去鄉下就是下？對，所以我就覺得，如果我今天要講一個，那要講一家到鄉村的故事，那麼強的面向因為其實鄉村有很多面向，對，它不會只有單一種的樣貌，是，所以我起到我們把這個觀念反過來，我起到係了只名降到動到老人家啦，那上擺去表演的時節，佢講我的新專輯上鄉，上埋冇上愛啊，就很有趣，所以我覺得讓大家有點突然嚇到一下，然後再去思考說。上鄉你上鄉，兩種專輯上嚟講嘅是鄉村冇窮嘅面貌。對，所以大家有講到嘛，你看這就是他跟東有心機的地方，有沒有？其實是創造記憶點，對不對？而且很跟別人不一樣。而且我很喜歡子憲講，奇怪了，我回到家鄉，我就是要讓大家來講鄉村冇窮容改面貌，佢也有講到，所以這整張專輯講以來，你就是用。就是以整個是鄉村的面貌跟大家見面的那種感覺嘛。其實鄉村這兩個字，鄉村了兩隻詞，其實動到意義，從鄉了隻時候咧，鄉村嘛，從嗰專家鄉的青年，返鄉青年，還有鄉村其實應該其實係起到動心目的位數啦。鄉村其實有時候很寂寞嘛。對。還有一家是鄉村音樂。那兩擺你。並動到鄉村音樂嘅元素都啲喺度，所以基本應該做嘅是從一個 cowboy 鄉村老弟，鄉村老太。老太是因為從散過嘅人啊，佢70歲、80歲，佢從散過嘅時節，那個開發語詞就是老太啊，
我有时候看到那个老人家80岁唱山歌说楼太，我就会觉得很好笑，可是很可爱。对，是会你客家的语言、客家文化的地步的东西。好，所以唐到了大家有发现哦，其实可能还蛮有谈过了这种专辑改向亲朋友家想办法落去谈。我们要从哪里直接可以听到？除了买专辑之外，现在几个线上平台都听到了，比如说像Spotify 啊，或是 KKBOX 或是 iTunes，就世界上你知道的线上平台，它几乎都上线了。对，还有 YouTube 没有 any 够 Q 的起堂一个连接，所以你可以试听完所有的歌曲，然后你再去点那个线上购买。是。在线上也可以买，实体也都可以买。关键是这样，你现在谈购后，我们还可以点线上购买，对不对？如果讲到大家所谓讲啦，到大家这种专辑地图里面有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你要今天我们都等下个节目没会强直线度填充到大家的分享。不过你要不要先帮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子轩出道这么多张专辑，过去的成绩也都非常的亮眼，但这张专辑，我的感觉是这样，每一个音乐人你也重新找个处于这种专辑改世界，多少都有压力，因为你要如何突破也好，而这是自己对自己的要去生钱出来是压力。这个是水洗财耶，用因青豆一笔钱，相信几家传钱传到都辛苦。真是的，因为做专辑，因为你下你看啊，你做一种专辑会100万啊，我们也是做1000张嘛，那你想一张成本是不是就是1000块？一种专辑新本是1000 Q， 不过你做涨头得卖18 Q 啊，因为这是我们在建立我们的品牌嘛，对，跟沟通。我没有想到这件事如果你是100万去做俩种专辑，一种也讲你出1000种，一种1000 Q， 我讲涨卖18 Q， 所以你聊68聊68，所以很多人跟我说要买大量，我说你买越多我会聊越多，没有真的喜欢，仅是总营业另外年纪都卖。他收藏跟记起那种心情是没强用的。那我真的对你很抱歉，因为俺又卖一种，所以俺回你聊68。没关系，没相关的吗？我再多送你一张，因为你是真的喜欢音乐的人。不过讲到了哈，那子轩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在这张专辑的歌曲，其实你的风格大概是哪？而且还是很多元。其实从你上一种专辑意向您开始啊，因为意向您两种专辑，你做动作冇强的曲风，有 jazz 有 samba， 有摇滚，有雷鬼。不过其实你乐团本来是做好摇滚到民谣的风向，两种专辑你又好，我们又比较收敛，所以只有多了一个方向，就是乡村，所以其实动作音堂两种专辑，其都袂感觉到爱起到变柔嘞，因为变柔是怎么办？变得很沉。是。可是其实这就是跟我的年纪有关嘛。我觉得我的年纪本来就是在这个阶段，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这个阶段的事情。所以我们这次专辑你们看到虽然白白一片，所以它也慢慢的会变黄。对。就像我们的音乐，就像我们的人一样，所以就是自然的。那音乐曲风其实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老大家分享是，俺有走两扎实验。或者是你那动作是可能是四风的乐器，banjo，你来弹动风的乐句，是，比如说后面，我们拿banjo来弹软琴的部分，我们比如说我们拿了乐琴去弹冲绳的3味线，那冲绳的鼓我们就拿中式的唐鼓在敲。是，所以其实你采进乐地位都有抓到的起验，还有一家是本来你动魔术的音乐曲风是乡村音乐，是，所以乡村音乐本来我们很不熟，对，非常非常陌生，但是我很想要那个 old times 的时期的那样子的感觉，因为我讲乡村，对，所以其实你有条歌曲本来是上到好摇滚的面嘛，你老记得变奏乡村，像我们跟 DJ Siri 合作的 Blendon， 本来它是一个有点雷鬼的摇滚的曲风，变成 trap beat 乡村，还有两把乡村楼台，然后大主演合奏大主演拿了那个 slide 吉他弹那个乡村味道，比较 old time 时期的。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学习，而且台湾现在我觉得在做。乡村音乐已经变得动少，所以我觉得找到一个新的路线去解释，你俩音乐，然后俩只西台啊，你青岛一家
因你好特别的为而都该做因你的应用安用。你大家都讲系讲在做戏剧的世界，希望讲推班走走出一几个类型。我觉得我们要走出一个类型。我觉得子轩在创作上面也是一直在这一块努力。我觉得他不是我们已经讲，就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他不是站在一个绝对的主流音乐上面，我们说的一般的流行歌曲有感觉。所以子轩你要把安用改风格，就是我觉得有很强烈你自己。反映你自己现在人生状态的一种感觉，对，所以你大家有讲到两个，讲到的钻石封面两件事情，因为会慢慢会变旺，可能啪一地，所以其实光做安用改钻石改设计，然后第五度改细节，它也是花了很多的心力，可以让你好好来论述一下。所以像你改用气没有，你先聊下，你马上公告后，好好的分享给下个。上面有都是要向下走，那有正义故事莫准备好，你向下波公大概爱给茶上做民众，用功你在向下好，那有故事你那么该梦都要你心都该空通大概爱给眼睛银行给的别功你在转播，我拢会使，若是你行暗找我所在，两个人口袋内面烂散拢总跳出来，生活的对本所在，拢摕来做小菜，吞着你的人生变甲愈来愈大，可我甘愿。为着爱今夜来相约，相将事化到家野路，倒位有少年的走总小吹破死过日路。这个你要摆改 MV， 很风格很不一样系啊，错。改下糖豆改歌曲名人都嘛改，相信没有可能 MD hotel， 唔系 hotel 哦，系 hotel， 因为你客家人讲 hotel 讲到好好啊，所以你讲 hotel 当场系好多歌曲，你讲 hotel 当场客家歌曲啊。hotel 哈 hotel 聊跳歌曲是你现在第一个先推出的 T 修改 MV 嘛，错吗哈？而且刚才看到啊，你是不是大白看到其实都有意思？我每次看都每次笑，都看了多几千次，还是很好笑。其实真的很不一样。刚才那首歌曲好好听哦，你要介绍一下吗？刚才改跳歌曲 hotel 聊聊歌曲系。我上会写一只你按热出去聊的心情啊。其实你了中专辑叫做上腔嘛，其实广东都乡村的面貌。
用英讲转移家乡哪里安用？我说回到家乡，你也是要晚上要出去 hang out 啊，也是会出去约出去玩嘛。所以那是下一家，你用客家话的老葫芦话的腔下，因为你高兴的做动作安用的合作。礼拜青岛拍摄少年嘛，佢就唱葫芦话的歌曲，所以你礼拜腔下落去唱，其实应该上会老客家话哦，用客家话来讲，伊就俩下你后上音流行的用语，比如说我有酒，你有故事嘛，好，这个可能很流行，可是动韶音系用客家话讲俩这事情，我有酒，你有故事吗？然后我觉得很多东西，比如说像。地不有一句话叫做"唔系浪子"，所以应该唔会跳。因为浪子其实我们客家话会讲溜票子，我们不会讲浪子嘛，哈，溜票子。可是我觉得你直接讲浪子的时候，你就觉得它跟华语或是跟其他族群的事情，它有一个连接，因为浪子回头嘛，龙柱回头是过去一年很红的歌。所以我想要用用这首歌去讲一些，就像你觉得它很歪，很不要说匪类啊，可是其实它是一个很快乐的，所以有上音就是很喜欢这种很锵的感觉，是，所以我们就真的找了很锵的导演叫郭佩轩，他就是你确定你在节目这样讲可以吗？他应该很高兴，他是正妹哦，郭佩轩是正妹导演，第一次跟他约开会的时候，我就说。他说：“你这个歌有点幽默。”他先跟我说这个歌有点幽默。我说：“你听得懂客语吗？”他说：“我听不懂啊。”但我觉得很幽默，我直接联想到山谷信息，就是五 G 哈哈哈，或是清虚会议的那个导演，他是一个日本，就是专门在拍那种搞笑的，跟日本的，所以他就说他用这种风格。那我就说，我听你这样讲，好像蛮好玩的。因为聊歌曲应该是都，你本身是有本地一只语言，后来。导演佢有佢的想法，佢想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诠释，你去诠释，他也在创作，所以我就很高兴跟他一起合作。就拍完，大家隔天都东倒西歪这样子。大家会想说，拍完为什么会东倒西歪？因为佢都拍俩几改 MV 改是只拍好的是只系造型它有9点。对，那大家就会觉得说造星天古典哦，蛮早的啊，对，是很早，因为你们从前一天的下午还是拍到第二天早上的9点，对不对？都完全没有休息。导演拍完就去打点滴啊。对，我还看到他的 IG， 我就说导演，我那个本来要付钱，比较晚付，早点付钱给你做医药费。龚小扣，我觉得我龚小扣，因为可能讲，可能又来回拍5号，本来想打电话到突然讲，应该会拍5号，我们可能按辛苦是算的，系吗？不过他很有才华啊，其实。从现在最近那个林宥嘉的有一支叫《少女》，也是他拍。然后之前那个国语的金曲歌王利友王的 MV 也是都他拍的，所以他的风格有时候就有点很奇幻，有时候又可以很漂亮。是，所以他提出了这个脚本以后，我就很不忍心拒绝他。然后他就说古装很花钱，我说跟他拼了。不过礼拜大家有看到到，聊歌曲地图，但像下晡之前其实也从去青岛咧拍摄少年，来从他的合作。可能看电视界向前不会想讲，记得是马莎，其实有了解以为当然是记得，可能有等于还忙你是记得，不过记得从葫芦歌，到葫芦歌记得有几家动豆改，你讲粉丝啦，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粉丝跟拍摄一起合作，所以你跟拍摄合作，他们有没有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回馈？我觉得拍摄他们就是很有义气的一个团，就像你提100首诗的时间，其实是你去小豆岛演出的时间。那时候我们因为台湾就有3组的音乐人去日本演出嘛，苏命还有黄子轩、羽山平快跟拍摄少年。然后我们那一天演出结束以后，其实我那时候就一直想要有这首歌有一个合作的对象。我那天我们就结束的时候一起去喝酒，就邀请说我们一起来合作这首歌。然后他们就也很相挺。就回来的时候，包括其实江江啊，刚才看到那个拍摄少年，现在变拍摄少女的那个，现在里面有一个小美女，对，那个江江男扮女装，其实基美哈港音哦，嘿哦，所以你其实强下来合唱了歌曲的时间，你家有谈到歌曲底部都有和声，对，嘿唱客家话，其实美叫做唱的哦，我不知道江江是客家人，江江客家人，他1/4啦，是，所以他们。录音录完的第一件事情，他就打电话给他的阿婆说：“我今天录了客家歌的，动有意思。”所以我觉得他们很有义气。然后这个拍 MV，其实他们那一阵子很忙，他们那一阵子在办音乐季，对，所以那几天他们拍完 MV 的时候已经早上8点，可是他们10点要练团，
所以他们还是来相挺。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走运哦，我从就是老朋友讲，你走运哦，你其实搞到动到诶。好朋友，硬哦的朋友啦，就是不是说天天见面，可是因为音乐的关系，把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拉在一起。对，不过讲到俩是大家直接就从上一团节目里少家己俩，在钻石地图又动到，可能你过去做梦之前信号冇看到，改是我风格之外，你也开他可能看到第一条歌曲，看到第一首 MV， 对不对？不过俩讲到你的专辑封面。这个专辑封面要怎样慢慢变黄？而且这跟日晒到底有什么关系？这种纸叫日晒纸，是，那其实这次的设计师也是我上一张专辑叫《转播给路回家的路》的设计师，他叫方旭中。对，那方旭中，如果大家现在有在关心时事的话，就知道方旭中现在是很有名的设计师啊，比如说台湾博览会，或是灯会，屏东灯会，甚至是台湾的三金啊、金钟、金曲、金马的主视觉都是他设计的。这个大师跟我的渊源就是在上一张专辑《回家的路》。那这一次我就又回去找他说，我写母语写得很累了，我每次做专辑完就都会跟人家说这是我最后一张母语专辑。那我就跑去找方旭中说方旭中，我这新的专辑啊，就是跟我返乡后有关系。然后我说叫上乡。其实听到的人就知道，一开始就知道上乡跟下乡是相反的意思。我就跟他聊天，唠起公布的聊现实的细节是，就讲心里话。我就说，我觉得我的音乐会跟我慢慢变老变黄。然后他就想到这个纸，这个纸是品墨良行，就台湾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单位小富哥给他的灵感。因为小富哥有一天在一个纸厂里面看到。纸厂把一堆纸堆在旁边，然后他就说那是什么？他说那是不好的纸。然后他就说为什么是不好的纸？他说因为这些纸没有上化学药剂，所以很容易变黄变色，所以它是不好的纸。那小富哥说，你觉得不好，我觉得很好啊，因为对环境没有污染。第二个会变黄，那我们就拿它去晒太阳。所以他就发明了这个叫日晒纸。有的方旭中是起到，你想象为电导的那种理念就是这种理念跟。小富哥的日晒纸其实很像，他要把本来觉得不好的东西，然后我们要用一个方法赋予它新的意义。所以两百专 C， 其实方旭中用这种日晒纸，他就希望我们带他去晒太阳，去晒新竹的太阳。所以专 C 都发行以前 NEU 走一家限量版，是我跟团员还有方旭中，我们拿米粉架去带他们去晒太阳，要晒快1个礼拜，晒一家礼拜技术变得好风，变好风就很像，可以想象就是像晒比基尼痕这样。如果你今天穿比基尼，那个晒太阳拿掉一个痕迹，专辑是可以这样晒的。是，所以兄弟朋友，你看，连安永改狗场地图都让子轩来走了，这样钻石嘅立面係強容，還有乜嘅故事做得講？你聊下，等下就做得講。因为到放映照相之前都节目地读到大家都分享性改专辑哦，真的好棒哦吼！所以又分享到一条歌曲 Hotel 对不对？又看到 MV， 不过其实大家专辑地读都有意思，我觉得可以听到很多不一样的歌曲。所以等下特别人问子轩，其实你在这过去，你还有特别一道摇湾，去做交流，新摇湾，对，这很有趣，因为很不一样。其实新摇湾是一家。在东马来西亚，就是马来西亚分东边西边嘛，在东马来西亚，然后靠近古晋这个城市旁边的一个村庄，一家哈嘎庄，它是一个客家庄基调的人口的组成很有意思哦，就是说一般马来西亚大家都觉得最多就是马来人，然后第二多就是华人嘛，然后再来就是当地的原住民。可是，在那个村庄，其实基调信仰版其实最多的是原住民，第二多的是客家人，第三多的将是马来人。所以，你差不多3年的时间又那是洗白嘞，然后去试试，然后每次去都跟那边人就好像回到我自己的家乡一样，那边就跟台湾很像一个平行时空。基调讲的客家话是河坡客，他们讲是河坡腔的客家话。
所以在那边，然后又有很多喜欢音乐的人啊，喜欢乡村音乐，所以这几年去这次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就是我在写我们两边客家的情感哦。那当然也邀请了两地都很有名的音乐人一起参与，像台湾就邀请了排湾族的指弹王子，是那个保普。然后在当地呢有一个我叫他爸爸，因为他是当地沙贝琴的国宝，有一种当地有一种乐器叫做沙贝，沙贝基调嘿基调祭祀的时候会用的原住民的乐器，在雨林里面会听，所以我这次就邀请他一起在专辑里面合作，我把乐器还有我的录音设备全部带过去，要过河，要进到雨林里面去录它。那他有一次来看我表演，他就说我是他儿子。所以我才很大胆的邀请他一起。他去看你表演，是因为你刚好到新港湾那边走告溜来时节，他有去。对，他有一次，因为安利告溜的时节，其实我去改变做一场表演，所以去看睇安利，往子看到三边块表演以后，伊是讲用英文讲 ，You're my song in Taiwan， 而且佢係动地名的音乐家，他在马来西亚他是被封为就是非物质人类资产的，就是门口有一个就像后面这么大张的旗子这样，然后 APEC 亚太经合会他还是要去表演的那种，就是真的很 master，truly master， 所以这次在这个专辑里面我就跟他讲说，希望他可以一起演唱这首歌，摇完就讲两地很深，他一口就答应，他一口答应了。对啊，而且虽然安利两种专辑讲的乡村，其实全世界都是乡村，所以安利是有一家讲法是安利从台湾的乡村，行到全世界的乡村。所以到了种专辑地图，你改乡亲朋友走在糖豆，改下直线小改两首够 Q， 而且还到动体改你我们的国宝级的音乐家用沙贝琴的合作，对不对？糖钻其实糖的多，我们讲基本以前从东方移走在绕墙头，你那都俩片，走在现冲冲一团。我来唱一个比较没有国宝的版本，因为国宝的版本会糖钻系，对不对？好，从一小段好嘞，太棒了耶！摇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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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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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街路台水街下天干木头，初年染作乡下台街乡体，水晶桥畔也茉莉莫开。是否用看是爱家义气？有咧咧，有咧咧，有单那路，有咧咧，有咧咧，有咧咧，有单那。摇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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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有个少年对爱讲，爱上你，就蹦的舞，在其中咱的爱很很。期望来年再见到你，爱强强很也开命，摇弯。哇，好棒哦！港工。下次应该要多带几首现场演唱，对不对？我以为说下次应该多带几个人去摇弯。哇，好棒哦！所以这一张专辑地图台尬走一堂都求安永改创作。其实我
认识子轩、傅玉松多年了，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子轩他朋友很多，我觉得你看刚刚朋友动动，然后大家都幸福蹦出。对子轩来讲，他用的词是说，哦，这是一个音乐人交音乐人朋友，音乐人之间的一个默契。可是就我看来，我觉得带起来很安用音。我觉得因为子轩身上一直有一种座右铭，就是他会交到这么多朋友，是因为我觉得子轩他是尽量的去。我不知道，我觉得你是常常去帮助别人，然后我觉得你很会，人家说长江后浪推前浪，我觉得你是很提拔后辈的那种。我觉得我可能比较感性一点点，就是其实有时候像我老婆就是说，那个谁谁来，你不要跟他讲那么多了，告诉他把你的秘诀都告诉他，然后我就说好，我会注意。就一聊天，全部都跟他讲，全部都没有藏私，没有就分享。我是觉得，爱许多交朋友是安用，因为假是嘿就是谈得来的朋友啊，就是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啦。对我来说，那个太累了，所以从爱俩下都新竹改片，因为有一家。工作室都改变，其实动音我来亲爱，就是常一来我就是我也是觉得怎么办，不该带太多钱，我都会请客，我都会很紧张，带太多钱。所以其实也交朋友，因为对于你也走进我们又蹦出啦。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交朋友也不是直接说交这个朋友对你有没有好处，很多人会这样想，可是我都不去想这个，是因为我觉得会有好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对我觉得这就是说。永英公，我觉得你不是为了好处，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因为我发现子轩做的事情很多，除了你现在在东门市场有个工作室之外，就是你有一个广播电台，广播天头，你只敢走出青音，所以你逢东摸看我改进永英会分享嘛，这是你下在那边。那同时你也做很多的应用改重造，然后你动豆提供去染春，然后你大白堂去讲去走动豆事情的时间，你看一下拍 MV 的时间，又拍些少年来跨刀，对不对？从在摇湾又有一个马来西亚国宝的。音乐人来帮你，他没有来，是我去了，一样嘛？你帮你又是这样合作，对我想这些种种都是因为我自己在子轩的身上，其实我景熙又看到他非常非常的帮助别人，且提携后进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力量是很大的，所以很多时候你在不知不觉中，这些力量会回馈到你的身上，就是变老了，有后进表示，因为你下爱出去表演时间，本来你都是叫做新生代，他加过去新生代，现在没有人这样讲啊，就是现在都变中生代了，因为新生代真的也很出来很多啦。不过从爱对俺来讲，好早的时间，从宇威老师啊、申祥老师啊，或宇哥啊，其实对俺也蹦出没动到，所以应该起到这个就是怎么讲，就是要回馈啦，就是等到你走到中生代的时候，你就要提拔你的新生代。对啊，就是你也会变老，有变老一点。我来应该意思就是我觉得从你走进我美好，因为我也很喜欢交朋友，尤其是交音乐人的朋友，就是有时候其实透过他们的观点，我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从两下动到新生代客家故事，记到客家话讲到。摸几后，记到躺没躺进去，可他们还要做客家音乐，你就会从他们身上，你就会发现我们母语到底有什么迷人的地方，让他们值得投入。他们也会说，有时候听我们的歌，或是就像我们以前听了别人的歌，我们开始做母语音乐。但我觉得，对我来讲，你系一家动好的顺番啊，因为你教的东西，其实教我的东西。俺做得够便宜，俺福气啊。现在有能力做得够便宜，所以今日东方伊做得绕墙度，之前来到两片啊，到大家都分享两百双向两百个新专辑，所以所有的朋友真的就像人家讲，走得堂也先全部都听过以后，才按线上购买。对哈，他还讲买实体专辑的话，你卖一种就是668，我们还可以卖。就是你没有听过的话，你还是可以按线上购买，再回去听也是可以。是，所以今日东。恭喜你呀！希望你今日來到兩邊老大家嘅分享，好冇？有機會來老大家都打招呼。因為外來應該係節目啊，應該來我節目。信州石東市，不是新竹東市場，是在新竹東門市場。大家愛聽就俾大家去哈。好，今日子軒來到兩邊。希望最聽。鄉親朋友聽聽下，你做乜嘅咧？做認同了？